国酒吧火烧，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多省门受阻碍，是死亡严重上主要的原因。美国总统 Trump 发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甲起诉美国公民，话讲要扩大制裁。世界杯挪威破纪录冲入8强，咱国家对公营火国王杜甲9万的球迷亲身迎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节目头起先来看中国扩大势力要武统战，硬是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下紧镇压，也若是两个咧是用这教育交流的名义，风声讲即阵是甲目标锁定伫咧台湾的老师。讲只要家己买机票，各纳4000块的报名费，就会当去中国参加8天的旅游行程。陆委会是表示讲，中国招待老师，就是要对教育的方面影响更较侪台湾的后一代。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苏班明夫进行恐慌暴力攻击，传出可能牵涉到香港、乌岛等境外势力介入。总统府则是讲，对任何为权集团发动攻击全球无共意见的人为目的的跨国镇压，政府真重视，支持执法机关全面追查。只是即马中国毋若跨境镇压，佫传出统战锁定台湾的老师。点开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网站，大字得招两华青年北强行8港7的活动。中国透过地方协力者招去中国参访，邀请对象锁定台湾45岁以下老师，拢总25个，敢若需要家己买机票甲真俗的4000块报名费，到包吃包住旅游行程通参加，而且显示已经满额，引起外界关心教育交流是毋是变作统战工具。呼吁国人不要因为一时的贪便宜，到了中国回不来，那损失可就大了。当你一直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今天可能被渗透的破口的时候，民进党你才是最大被渗透的破口。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事件，中国统战演过拢针对青年朋友，即届锁定教师，恐惊是想要伫校园内建立统战的重点，通影响较侪青年学生，呼吁国人爱提高警觉。台湾的校园里面有一些老师成为统战的节点的话，未来他们只要透过这些节点来找更多的青年朋友去，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美国在台协会驻长郭立言进前因为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生产能力，打造防守的概念，核阻冲突，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国台办2届发言批评郭立言，用是所属媒体2月当天13暗时嘛刷落大文，批评郭立言是真侪缺点的太上皇。咱外交部原来有做回应。对于古立言处长，代表美方和我们台湾的互动呢，双方沟通都没有问题，而且合作得非常愉快。我想呢，这个也不需要中共去知会。AIT 测评阁声明，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美国希望维持目前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车教王阿婷郭立言表示，郭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记者采访报道。中东战局和平协议是彻底失败，荷姆斯海峡有2只阿联的油轮去互伊朗的飞弹弹到，1死8伤。美军阁空袭伊朗，风声这美军15是要封锁伊朗的港口甲沿海地区，国际油价阁再大起10%。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We're taking out all of their capability for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I think in the end, we will end up just controlling the whole thing. 根据《纽约时报》提到的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伫咧7日正式致函予国会，表示美军按7日开始会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打击。按顶礼拜周末开始，美军中央司令部搁一届小连续3天去拍伊朗，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若上新一届攻击是因为2只阿联的油轮13行伫咧荷姆兹海峡的阿曼航道顶悬去伊朗冰着，船导火有人伤亡。若是革命卫队的指控这2只油轮因为甲导航系统关掉，而且无要插伊朗当局的警告，才会对因出手。即马中东的战火就要开始滚架 ，CNN 等等的媒体就报道，目前至少10只美国的军机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外海
阿曼湾，也有苏澳地阿拉伯顶悬安尼飞来飞去。因为美国海军咧华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嘛证实，美军伫咧台北时间15半暝4点开始，会搁一届军事封锁移动的港口，也有沿海地区。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نماید.若即马伊朗嘛拍算对行去波湾的船只来收钱，川普政府13嘛头一届宣布，要对行去到荷堡州海峡的商船，每一只收费不计单2成金额来当做是慰安的费用。另外，川普嘛伫台北时间17早起9点发表全国演说。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刑事法院主要是审理一寡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一寡重罪。亲像罗西亚总统普廷、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拢捌去互国际刑事法院发逮捕令。美国总统 Trump 这几天甲国际刑事法院的冲突也未少，是已经宣布讲要制裁几两届。即阵佫话讲，这国际刑事法院是无权来调查甲起诉美国公民，话讲是要扩大犯罪措施。这个措施当中也包含要吊销 ICC 人员的签证、实施旅游禁令、叫别国退出等等。其实这也毋是头一个甲 Trump 对决的国际单位 ，Trump 是已经退出66个国际组织，用军费来甲北约施压。伫咧加沙战争的时阵，也捌成立和平委员会，家己做主席。这 Trump 的野心，甚至是要取代联合国。川普去年2月订会被公布下，佮就捌冻结几落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官员的资产，各发旅行禁令。原因是 ICC 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加沙战争的行为发布逮捕令。即马国务院的焦点是转向 ICC 对美国主权构成无法度永稳的威胁。川普政府感觉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也是起诉美国公民，尤其是美军的人员。这亲像对任何伫阿富汗参加战斗的美国士兵展开战争罪调查。卢比欧13透过影片声明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甲伊的盟友长向美国发动战争，所挖靠的毋是枪支，也是飞弹，是法令、协议，也是所讲的国际法的力量。卢比欧讲，国际刑事法院本来是为着追诉上严重的罪行才设立的，不过即马煞已经变做更较激进、更较极端。川普政府未用稳法院对美国人员构成威胁。2002年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主要审理战争罪、种族灭绝罪，也加危害人类罪。ICC 规定，只有伫会员国无法度，也是无愿意家己追究重大暴行责任的时阵，才会介入。美国虽然毋捌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不过依照 ICC 的规章，非会员国的国民，若是伫咧会员国境内犯重大罪行，也是有可能会互追诉。International law,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ere created by sovereign member states. And they have brought protection, they have brought relief to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y are,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often said, under threat and under attack. What would the Secretary General's message be to any countr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pressu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pull out of the ICC? Look, member states will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路透社报道，美国长向外靠美国援助、有美国的驻军，也是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民的管辖权。美国表示，无配合的国家可能会面临更较严格的审查，而且佫会持续关心各国的立场。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开始休热，提醒有要去东南亚佚佗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网糖引起的传染病。疾管署今仔日是公布今年的头一个境外移入的朱卡病毒，是一个要去泰国佚佗的查甫人。朱卡病毒的症状是包含发烧、起荨膜、关节酸痛。若是有去过流行地区，人感觉无爽快，就要赶紧看医生。热天到啊，阁是网糖出来活动的季节。除了天高热，疾管署提醒，也爱注意朱卡病毒。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境外移入个案，一名北部30外岁本国籍查甫人，6月中去泰国旅游，回来了后就出现发烧、头晕等症状，就医了后确诊感染朱卡病毒。
这个个案呢，大概就是有一些头晕，还有一些皮疹的一个症状。根据疾管署统计，2016年到达，国内累计31例朱卡病毒病例，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81%感染地伫东南亚，以泰国8例上侪，越南6例，菲律宾、缅甸甲马来西亚各3例，马尔地夫2例，印尼、新加坡各1例。那他因为这个症状相对轻微哦，目前症状都已经好转哦。那疫调的时候也发现他有这个同行接触者哦，同行者不过是没有症状的。虽然这个个案的症状无严重，疾管署犹原提醒有心的人感染朱卡病毒，可能造成胎児小头畸形甚至死亡。建议有心的人甲避孕女性暂时莫去流行地区。朱卡病毒除了透过互埃及斑纹、白色斑纹等传播，也可能经由母婴甲性行为感染。从流行地区返国的话，还是要注意在这个回国之后，男性3个月内，女性2个月内需要采取安全性行为。在这个精液里面，以及这个阴道分泌物里面，这个病毒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而有传染力的，所以才会给这样的建议。疾管署提醒，许多出国若去朱卡病毒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包括穿浅色的长袜衫裤、抹防蚊液。回国了后，若伫机场出现发烧等疑似症状，也会启动边境检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对泰国入境的病例看煞，咱继续来关心12泰国曼谷酒吧火烧意外，计共是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因为这冷气导火烧，因为冷气烧拍电来导火，这导成门卫所在是去互物件挡掉咧，也若话咧是这店家调工甲锁起来，避免人客无立钱就落跑。这回死伤会这么严重，主要就是这寡人为因素造成的。伫餐厅外口，火灾罹难者的家属炸火来，甲火束放伫涂骹内堆倒罹难者。泰国曼谷的美女餐厅的大火，造成加起来上百个人死傷，因為遮濟人客身軀頂無炸證件，防衛隊辨認的工作真困難。พ่อแม่เขาก็แบบรอดูลูกมาพร้อมหน้าพร้อมตากันแต่อีกคนน่ะมันจากไปแล้วอ่ะถ้าเป็นไปได้ก็อยากเอาร่างน้องกลับบ้าน。因为火勢是拖甲真緊，外國媒體 BBC 報道，警方初步調查發現，講火災是因為冷氣故障造成的。後餐廳是水熄電，加上舞台頂還有塑膠火，天棚還有開導火泡這種材料，攏是火災拖甲真緊的原因。迄當陣佇台頂表演的樂團內面，有3個人因為傷勢傷重過身，業者嘛，互大火嚴重燒傷，當地家戶病房在救治。这間餐廳伫今年4月拄通過消防安檢，但是曼谷市長查查表示講，現場實際使用狀況和正前接受調查的時陣是完全無同。泰國工程學會消防安全專家桑蘇克伫勘驗火災現場的時陣，發現講這便所附近的逃生門，互業者鎖兩層，疑似是煩惱講人客啉酒醉了，就食霸王餐人講，佮有入口的2個門是互家具和其他的物件擋掉，要走的時陣真歹走，真歹脫離。加上出口的標示無清楚，攏表示人為所失，這是死傷慘重的主因。另外研究結果工程的學者努庫爾查，因為火災的時陣四個攏濃煙，加上開導火建材導火了後，會產生一氧化碳和氰化氫。真濟人的死因有可能是因為去聞到有毒的煙霧，唔是因為去互火燒到。這個意外，佫一擺引發大眾對泰國的安檢無實在，和官員收錢造成任何的疑慮，嘛去關注泰國娛樂場所的公共安全。公司新聞單視同朋友。来看歐洲，若天氣燒山炎火，這火燒山的災情嘛真嚴重。西班牙安達魯西亞上較嚴重，上無有13個人死亡。法國巴黎是像哪道火險去燒着徛家，另外英國甲克羅埃西亞攏有災情。真美野火13甲法國巴黎東南方的紅丹白露森林燒起來，逼促連接巴黎甲里昂 A6的高速公路緊急關起來。政府頭一擺佇咧大巴黎地區出動夜水飛龍機，飛去聖納河堡水拍火，目前火已經受到控制。Il y avait des flammes partout, c'était trop chaud, on pouvait pas. Je pouvais pas, même pas attacher un volet, c'était pas possible. 值得關心的所在是，佇咧法國政府指出，火災佇咧1公里以內出現10外個導火所在，
强烈怀疑是人为调意股放火。目前政府已经抓到2个嫌疑人。法国今年一直到今，因为官员打扫已经有32000公顷的土地，予野火烧烧去。同这个时间，阿尔梅利亚省的森林野火死亡人数嘛增加到13个人，另外还有10个人失踪，变作是西班牙历史当中上较严重的火灾之一。总理桑切斯13坐飞机去看火烧的所在，地方官员就表示，这场大火伫咧10日得到控制，估计有7000公顷的森林甲农残着济。根据欧盟过来年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的数据，欧洲是世界上暖化速度上紧的州。敢若是6月底官员，就已经伫咧西欧地区造成超过1万个因为官员过身的超热死亡。极端气候和野火发生的频率嘛愈来愈多，拍火的难度嘛增加。13，英国威尔斯发生野火，无人机画面显示乌烟直直冲起嚟，政府甲康威山，还佫有史克南特山附近的居民赶紧疏散。克罗埃西亚的科尔丘拉岛10日嘛发生野火火烧，火真紧就炭去林地，一直到暗时落雨，火才转熄。拍火工作一直到10日才得到控制，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AI 带动股市，唔那大股咧起，南韩的股市6月也破9000点，破历史纪录。不过这几礼拜，南韩的股市煞是逐工咧落，已经跌到剩无7000点。有这少年仔入场投资，刚开始是赚到15倍，不过即阵也拢吐出来啊。看到韩国的状况，咱台湾的投资人也爱保持警觉。SK 海力士加3000电子嘛咧做 AI， 和 Kospi 伫6月18冲破9000点大关，保守到7月，规个拢消风去。 레버리지 ETF가 생기고 나서부터 무슨 대한민국 시총 1위, 2위 기업들이 아침에 이제 장 시작할 때 뭐 마이너스 5%, 마이너스 6% 이렇게 개 빠지면서 시작하고 하니까 너무 심리적으로 저도 힘들었습니다. 更关键句是一支双面刀，唔但获利变大，亏损嘛会变大。24回大升李胜富今年3月靠更关操作获利15倍，啊，毋过对市场激烈起落，今仔的获利刷拢去了了。 그 3억이 결국 다시 깡통으로 아무것도 남지 않은 상태로 폭발적으로 올라갔던 만큼 정말 폭발적으로 내려가더라고요. 사람들이 저희 뭐 어머니나 할머니도 그렇고 삼성전자 한국 1등 기업이다라고 하시다 보니까 레버리지에 대한 그 위험성을 잘 자각을 못 하시는 것 같아요. 2배씩 내려가는 거를 생각을 안 하고 2배씩 올라가는 것만 생각하다 보니까 7月13， Kospi 指数落到6806.93点，正式进入熊市。分析指出，南韩股市成交金额较细，市场参与者有限，国家市场资金大量集中伫少数大型企业，和指数较会激烈变动。 이렇게 변동성이 커지는 것은 다른 거 없습니다. 수급이 한쪽으로만 쏠려 있기 때문에 나타난 현상이에요. 거기다가 이 수급의 쏠림이 나타난 그 종목군들이 결국 지수를 결정하는 두 종목, 그러니까 SK 하이닉스하고 삼성전자가 두 종목 그 우선주가에 합치면 60%가 넘죠. 晶片产业前景不明，共一项消息有人当作利多，有人解读是利空，互市场走势搁较无法度预测。为攻上9000点到短几礼拜都落入熊市，这波 AI 投资热，那凸显更关交易的双面风险，嘛显示南韩股市资金过头集中的弱点。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 民国奥运9月19到10月初4要比，运动部今仔日已经正式公布参赛选手的名单，计共是有482位选手，比34项。这当中也包含真侪大家真熟悉的选手。这回比赛成绩会去影响到奥运资格赛参赛顺序的，是有无胜股、甲柔道等等4项。说讲咱台湾的军校林旭廷，这回奥运的目标就是要拼连霸，用上界好的积分拼资格赛。 希望会当直接去洛杉矶奥运。也若是柔道的部分，游泳位目前是世界排名第8，世界排名前17名是会当直接去奥运。游泳位就要继续利用亚运来有关家己的积分。另外来看咱台湾的野球练女王郭幸存，目前这年岁甲伤势是伊上界大的考验。而且若是阁要继续拼奥运，就要面临这量级调整的难关。 上尾来看这羽毛球的周天成，目前世界排名第6，这届是伊代表咱台湾出战的第5届亚运。若是奥运，咱台湾想要争取到2个羽毛球单打的名额，就要靠这选手拼入世界排名前38名。周天成应该是稳当当。
联合国亚运代表队名单公布记者会，部长李勇一开始先针对即阵冲演抗招兵选手争取亚运参赛资格争议做说明。李勇讲，113年4月启动的亚运杯份参赛实施计划，已经和中国协会确批伫亚运前临时变更参赛标准。制度的重要性，这个不言而喻。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未达参赛标准的选手，在训辅会议也已经依据运动种类和特性以及各协会所提的近期竞技实力去分析，去分别讨论、评估，并且从优从宽的派员参赛。李勇讲，选手甲教练声音拢有收到。承诺亚运了后，邀请协会教练甲选手讨论相关原则的制定。2026联合国亚运要派482个选手竞争34种运动竞赛，其中射击的林怡君是第8届参加，羽球周天成是第5届参加，无兴趣的林旭婷、陈念琴、黄晓文、亚当的郭幸顺、柔道杨永卫、体操李立凯、张家宏、游泳王冠宏，这拢大家熟悉选手。高尔夫球有征9号3雅年登回亚运舞台，棒球顶吊持续起郭林瑞阳伫国外的公投。里外的这个部分还在做一些联系的工作。那选手是有这个意愿参加这一次的亚运。高龄的年龄，然后保持这么高水准的竞技能力，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台湾伫顶一届杭州亚运参加33项，派521个选手，到尾也摕到19块金牌、20块银牌、28块铜牌，奖牌榜排第6。李勇互人问到夺牌希望无回答，只是搁再强调运动部会做好后勤，提供上大资源，互选手有上好的表现。记者采访报道。镜头来看世界杯脚球赛，这回挪威是破纪录冲入8强，将因的国家队公营回国。基地是用水炮礼来迎接，红景广场的9万外人来见因的英雄。王杜阁亲身讲过，带领这球员甲民众，阁再做一届围巾过阵的仪式，场面真壮观。在挪威世界杯国家队球员的飞行机慢慢的驶入跑道，机场特别出动传统水礼炮迎接英雄回国。前锋哈兰德甲其他球员行出飞行机，手提得酒杯的小型标本酒馆特别协目。挪威国家队继28年重返世界杯，虽然泰输英格兰伫本届世界杯8强停止，也毋过哈兰德伫头一摆参与的世界杯公27球表现真好，球队更加写落最佳比赛纪录，赢伫挪威全国的俄鲁。挪威王杜哈康伫红墙广场庆祝结果，带领国家队球员甲900多名民众进行回家悲存，那安慰无法度晋级的遗憾，也凝聚全国民众的心。本届世界杯4强。会由法国对上西班牙，甲英格兰对上阿根廷。法国甲西班牙为开始踢到打拢无失败过。由顶届金靴奖得主姆巴佩领军的法国队，目前是国际世界排名头9。面对法国真好的纪录，13多满19岁西班牙前锋亚马尔表示，西班牙是欧洲冠军，无咧惊任何挑战。Bueno, un partido muy bonito para el espectador, para el español, para el francés. Yo creo que es uno de los partidos que todo el mundo quería que. 世界杯决赛毋但球场内竞争激烈，场外也有世界杯2年来头一摆中场秀表演。国际脚球总会甲非营利组织全球公营合作，由科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用新年筹备邀请马丹娜夏奇拉、韩国天团 BTS 小贾斯汀等艺人到11分钟的演出。这场盛会目标是募集1亿美金教育基金，为全球弱势囡仔提供教育甲脚球发展的机会。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足球人才，咱换来看10岁的美国服装设计师 Max Alexander， 伊今年3月是伫咧巴黎办个人秀，成做历来上少年的设计师。无论是展现腰身的裙、幼路的鞋啊、水当当的礼服，也是外套，自青笑到青翠的色水，无讲你毋知，这拢是一个敢若10岁的设计师设计出来。伫上尾啊，行出来这个囡仔兄，就是品牌设计师阿迪3代，这是伊头一届徛起哩巴黎时装周的舞台。伫7岁时，伊就正做上届少年的设计师，拍破金氏世界纪录。When everybody started clapping when I came out, it was very fun. It wasn't scary for me. I was like, oh, like all these people appreciate me, and I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for that.
讲话看起来抑阁真有气，也毋过伊啥物拢无咧惊。目前伫巴黎歌剧院发表15首秋冬的新衫，展现囡仔的创意，抑阁优雅的设计。访问到当时开始对设计衫有兴趣，亚历山大的应话嘛真正足囡仔款。So I started at the age of 4 designing, but I don't know how it started. I'm probably guessing I just said it. That's what my parents say. 工作室内底放各种的家私，也有一身搁一身的模型。一细粒子的亚历山大看起来像咧办高血同款，也毋过坐伫咧车头前，脚踏落开始车衫，看起来这办势就完全无同款啊。妈妈花 Instagram 的口罩已经超过700万人追踪，好莱坞的艺人戴米摩尔也有珍妮佛罗培兹拢有追踪伊的笑号。沙朗史东佫更加主动穿伊设计的衫。亚历山大毋但是真爱设计衫，伊对环境嘛真关心。细细汉仔就意识到快时尚对环境造成真大的伤害。I really hope that more people see the cause of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how fast fashion is also littering our planet. Other than pollution and plastic in our oceans, that's also a big deal. 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